月台。望、聞、問、切係幾千年嚟中醫診症嘅基本方式，合稱四診。進入數碼時代，醫療界融合專家經驗同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發明四診儀，探索中醫應用智能科技嘅新模式。2021年，四診儀首次登上太空站，為航天員健康護航。2024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喺3至5年間推動新興數碼技術，逐步融入中醫傳承創新發展，打造數字中醫藥、智能配藥、戰藥系統、中醫藥大模型等高科技已經初顯身手。2024年問世嘅數字棋王係首個通過內地中醫執業醫師資格模擬考試嘅中醫藥大模型，涵蓋超過8萬個中藥方劑、9000多種中藥材、1000多本古籍等數據，可用於人工智能診療、中醫教育等場景。傳統智慧同現代智能嘅共鳴，正為中醫藥現代化發展開啟新嘅篇章。融入國家發展，鞏固國際優勢，團結香港，聯通世界。